行政院按算今仔要针对立法院进行三读通过的再违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来提出复议，因为那笔去年的修法公式错误，有345亿的控球款无法度分配。民进党立委党团立法院的党团是主张用暂行条例，把这笔钱用伫社会福利。也毋过，哪位是认为，若要扩大社会福利，无应该用暂行条例的方式。再违法争议继续滚价，对立法院三读通过。在就办再违法行政院之前要提复议案，这也是行政院长杜荣泰任内所提出的第8个复议案。那今天这个基础的财政宪法遭到乌龙版的恶修，遭到爆冲版的乱修，那行政院当然必须要依法来提出体制上的救济。他老是提复议啊，变成史上最多的复议院长。每一次复议，每一次失败，然后硬要撞，等到我们3读通过了，都还没有实施，你才丢行政院的版本，那是行政院的版本，你又送不出来。针对立法院去年修订财政收支违分款，因为计算公式分布错误，和345亿通收款无法度分配。民进党伫县党团提出，再违反第12条之一无分配款运用暂行条例。主张无法度分配到地方的345亿，应该用伫人民，包含妇女做月内，政府出10万，国保年金一个月领照8000，上班族都退助提1%，政府加上1%。我们应该想一个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编列，绝对不是用暂行条例，而是未来这些政策要做。不是到处找钱，到处挖钱，要做我们就好好的做，长长久久的做。对于整个这个345亿的存在与否，双方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一个交锋。在这个时间点，345亿是存在的，不是没有存在的，因为他们修正的法案当中，第3次修法了这个法案，事实上目前为止还没有生效。但现在345亿元又已经有另外一个那个草案也通过，就是说另外一个分配，那所以这2个就会有竞合。另外，对纳贝立委将行政院办再违法修正草案将反立案，民进党讲要用公道赢战。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罗秀贤是呼吁中央赶紧公布市场的经验。桃园市长张善政是建议先聚焦关键，佮提出市场的数字。记者综合报道。